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特别过年啊，大家无用准备围炉菜，唔知你敢有注意到讲，伫咱台湾传统的围炉菜和芥菜才会好事，敢若较少看到有人用葱仔有关系料理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葱吃红葱读第一条。葱就是一款树本食物，叶仔是拱的形，中是空的，尾流尖尖，有平行尾，下骹是白色，顶面开白花球形，是真史上用会到的鸭味料。现代若是要祝考试学生会当考到好成绩，就会送葱仔，祝福讲聪明。虽讲台语这个葱嘛有葱的音，也毋过一般咱读做葱，较罕咧读做葱。啊，若古早颠倒因为开菜店做乌的查某头家叫做老葱，有负面的含义。可能就是因为安尼，一般喜事咱较少用到葱仔相关的料理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葱拱，这是葱仔顶面的叶仔，嘛是拱的形。古早学老讲女性是葱拱片，代表讲伊的片仔筋骨又搁油又搁水。另外，古早台语字典讲到葱拱，嘛有树林拱、电火大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葱切，是形容一个人讲话真大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头前一打白菜，头家娘查某囝生做真水，柳叶白葱拱片下溜起，生做真飘滴。也毋过一个讲话散牛声马后，讲话真葱切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葱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